就切須嘅。頭嗰種收㗎，尤其是個肚越嚟大嘅。係加個 fabric 呢度唔使嘅，除非真係割咗。加我希望係咪呢個真係唔見咗，慢慢，我又唔會割，我真係繼續係咪？我 fabric 縮細咗啦，跟住我繼續食呢個越嚟越苗條嘅是 NG 啊！我想係講埋啦，係真係。除此之外啊，我天花龍鳳咁嗰陣時。天花龍鳳。係啊，我呢個係真，我哋選咩嚟嘛？一定要幫我。德哥有講過，我問過佢幾次啊 V 咁耐嘅平台啦，差唔多10個人9個都有問佢呢一點，所以佢就研究咯，所以佢就拎翻個 MA 出嚟再睇係乜嘢啦嗬，所以佢覺得 MA 係幫到我哋嘅嗰個咩啊？仲係講嗰個痔瘡，因為好多人有痔瘡係自己唔知道，第一係自己唔知道，第二咧佢哋就冇理係一時出嚟，一時唔出嚟，一時入邊，一時出邊。但係10個裏邊9個啊，如果有痔瘡嘅人啊，佢會屙血。所以有一日如果你食咗之後，你睇到做咩無端端馬桶嗰度有血啊或者咩嘅，佢哋會驚。所以你問佢有痔瘡冇？所以如果你有痔瘡咧，正常，因為 MA 係幫你刮起嗰啲痔瘡嗰個咩，可能係爆咗，但係佢都仲會吊住喺嗰度個皮啊或者乜嘢，所以佢會幫你刮，俾佢清乾淨。所以你會慢慢會，可能短期嚟2個月、3個月，佢冇拉撒，半年沒有事，可能1年後 suddenly 它一下子會這樣的情形。我們不懂它幾時來，因為我們身體。